啦。頭先教授都講，你早發現咧，你就可能會好啲啦。你越遲發現咧，就算呢啲技術都未必一定係完全可以幫到大家。咁所以跟住落嚟咧就係蔣醫生啦。咁蔣醫生就同大家跟住梁醫生同大家分享一下，仲有啲乜嘢方法係可以更加令到呢啲技術應用唔到嘅時候，就算或者做完手術之後，有冇需要再加多一啲嘅治療方案，令到大家復原嘅機會係大大增加咧咁。OK。你今日好高興啦！今日即係可以喺度同大家有分享，咁啊，即係多謝黎醫生、陳議員啦，同埋即係一班即係嘅贊助啦、支持嘅機構啦。咁啊，今日好高興可以同一班即係病友同埋家屬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即係肝癌，即係可能喺中後期嘅時候發現嘅時候有咩治療可以做咧？嗱，呢個我最重要希望帶俾大家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信息咧，就係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咧都會覺得，就算即係你係唔係咁慘，唔係咁好彩，即係可能係中晚期先發現咗個肝癌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治療可以做嘅。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話，隨住科技日新月異咧，其實有少部分就算係中晚期唔能夠做手術嘅病人咧，其實佢哋都係有一個機會咧，係可以有一個長遠嘅控制，甚至根治嘅嚇。咁我哋陣間咧會同大家講下究竟咧喺一啲新嘅藥物同埋新嘅技術之下咧，點樣可以達到咗呢啲咁嘅目標同埋結果嚇。咁一般嚟講，即係頭先陳教授都講過啦，即係其實喺一啲早期嘅肝癌，即係話佢可能個腫瘤嘅數量比較少，體積比較少，或者冇擴散、冇入侵血管嘅話咧，其實都係適合頭先陳教授講嘅一啲係即係一啲手術嘅治療，或者一啲消融嘅治療，或者係肝移植。咁但係我主要咧作為腫瘤科醫生咧，就係睇一啲病人咧，就係可能已經係唔適合做手術啦嚇，可能佢已經係有入侵咗血管，或者佢個腫瘤嘅數量比較多，或者比較大，甚至係擴散咗其他器官嘅治療。咁傳統嚟講咧，一啲中期嘅治療未有擴散嘅一啲肝癌咧，我哋都係會做一啲介入式嘅治療嚇，就包括咧就係肝動脈嘅山室化療，或者一啲選擇性嘅內部放射治療嚇。咁其實肝動脈山室化療，頭先陳教授都講過咧，其實就係我哋俗稱嘅大髀針，就係話咧，其實喺1980年代咧已經喺日本嗰度開始有做咗成30幾40年㗎啦。咁就係喺點解叫大髀針咧？其實就係話我哋會將一條導管喺大髀嘅血管咧，一路去引流到去到肝臟供血俾嗰個肝腫瘤嘅血管。咁喺嗰個位置咧，我哋擠啲化療藥水入去，同埋咧就係栓塞咗嗰條血管，咁就變咗咧。係一方面用化療去殺死個癌細胞，第二咧就係栓塞咗個血管咧，就所謂餓死個癌細胞嚇。咁而家其實都唔淨止話喺個大髀打入去，更加多嘅時候咧，可能係我哋手臂嘅血管打入去嘅嚇。咁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喺中後期肝癌嚟講呢一個經常採用嘅治療嚇。咁呢個係亦都係非常之有效嘅治療嚇。咁另外一個一樣都係用導管介入嘅治療咧，其實就係我哋成日講，我哋會講嘅就係 Y90，可能聽過，就係話一啲選擇性體內放射治療。咁呢個其實做嘅方法同大髀針其實係好相類似嘅嚇，都係經過導管，都係經過導管，可能喺大髀或者係手臂嘅時候咧，將個導管咧係去到去供血個腫瘤供血嗰條血管。但係呢個有啲唔同咧，就係話佢會擠一啲放射性嘅微球入到去嚇，咁佢咧就係嗰啲放射性微球咧就會去到嗰個肝嘅腫瘤，就釋放啲輻射去殺死個腫瘤嚇。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一啲比較常用喺中後期肝癌會用嘅一啲治療嚇。咁但係呢兩個治療咧，其實都有一啲唔好處嘅。第一就係佢都係入侵性嘅嚇，因為佢都係要你諗都諗到，就係其實佢都係要經過擺一條導管入去肝嘅血管嚇。第二咧就係其實個治療成效咧，好視乎咧就係話嗰個肝嘅血管嚇，即係個肝嘅腫瘤嗰個血管嘅形態。例如有啲肝嘅腫瘤咧，其實嗰啲血管咧基本上係彎彎曲曲嘅，或者係塞住晒嘅。咁你冇辦法咧係可以將條導管咧，係可以打到啲藥水或者一啲輻射嘅微球入去，咁變咗嗰一班嘅病人咧，其實個治療效果做呢啲介入式嘅治療咧，其實一定係唔好嘅。咁所以咧，其實而家依5年開始咧，其實喺香港咧都越嚟越多採用呢個叫做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嚇，就係一個精準嘅即係電療嚇。
咁傳統嚟講咧，肝癌嚟講咧，好少講話要做電療嘅嚇。咁唔同話肺癌啊、鼻咽癌，你成日聽可能都話啊做電療好普遍，但係肝癌咧係少好多嘅，因為以往嚟講咧冇一啲新嘅電療嘅科技嚇，咁變咗咧。其實我哋個肝咧對電療係非常之敏感嘅。如果我哋個劑量一過咗，或者咧我哋大包圍，即係腫瘤又殺死，正常嘅肝臟又殺死咧，好多時候咧以往電完之後咧，好多病人咧都係會有一啲肝衰竭或者肝功能衰減嘅現象嘅。咁但係呢個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咧就係一個精準新型嘅一個電療嚇。咁佢嘅特別之處咧就有兩方面嘅。第一方面咧就係佢係會有一個叫做所謂呼吸嘅控制。就係咧，病人咧，其實我哋一般正常唞氣嘅時候咧，個肝咧會上下移動最少1至2公分。咁而家新型嘅電療機咧，其實係可以追蹤住嗰個腫瘤上下呼吸移動咧，去發放嗰啲輻射嘅。咁變咗咧，嗰個治療咧就係精準好多。第二咧，亦都有個雙重保險嘅，就係話我哋做緊治療期間咧，病人咧每一日都要做一個影像導航，就係話咧，我哋要確保我哋去電嗰個位置咧。亦都係部電療機係識追蹤住佢，我哋會做一 set CT 去睇住我哋嘅輻射嘅射線咧，係確保去落到我哋嘅腫瘤上面。咁所以有咗呢個立體定位放射治療之後咧，其實嗰個電療嘅精準度大大提高咗，咁變咗咧，我哋就可以用電療嚟去醫腫瘤啦嚇。而傳統一般我哋講緊肺癌或者鼻咽癌嘅電療咧，可能成日都聽要講25次、30次嚇，咁但係咧肝癌嘅電療咧，一般嚟講咧，做5次就足夠，亦正正係因為而家個電療精準咗，所以我哋更加放膽可以俾一個更高嘅劑量嚇，可以喺短時間完成嘅治療。呢個對病人嗰個即係方便程度都係好重要嚇。咁呢度講咗啦，呢個係一個高劑量嘅精準放療啦，有影像導航啦，同埋個治療時間亦都係比較短嘅嚇。病人嚟講咧，一般都係唔需要入院嘅嚇，亦都唔需要開刀嚇，亦都唔需要麻醉。基本上好多病人，有啲後生嘅病人咧，我哋啲後生嘅病人咧，其實做一路接受緊治療，即係朝頭早嚟做治療，中午就翻工啊咁樣嘅嚇。咁所以其實大家可以諗到，其實呢個治療絕大部分病人咧都係即係個副作用係好少嘅嚇。咁去到晚期啦，晚期咧就係一啲已經入侵咗血管，或者係已經擴散咗去一啲遠程器官嘅一啲肝癌嚇。咁以往嚟講咧，其實即係晚期嘅病人咧，都係淨係得一啲口服嘅標靶藥嘅啫。咁但係咧，呢幾年咧，其實即係絕大部分咧，已經係國際嘅指引或者香港嘅指引已經改變晒，就係話全部咧都係用一啲免疫治療嘅組合去抗癌嘅嚇。咁免疫治療可以加埋標靶藥啦嚇，亦都有啲係做雙免疫嘅嚇。咁呢個就係即係講到啦，就係即係不論係美國、歐洲，以至係我哋中國嘅指引咧，其實都係建議咧，就係話一啲免疫治療嘅組合去做，不論係雙免疫或者係免疫加標靶咧，係作為一線即係一個藥物嘅治療嘅嚇。咁大家都會奇怪咁，即係大家都可能有疑問，即係究竟免疫治療其實嗰個原理係乜嘢咧？其實嗱，傳統我哋講緊，不論係化療或者標靶藥咧，其實都係針對個腫瘤嘅嚇。咁但係免疫治療咧，佢個藥理其實同一啲化療同標靶係好唔同嘅。佢咧其實係唔係話去攻擊個癌細胞，佢哋咧係借力打力嚇。佢係幫我哋個身體嘅免疫系統咧去認到癌細胞嚇。咁呢度係一幅卡通啦，其實即係我哋嘅身體嘅免疫系統咧，其實除咗可以抵禦外來嘅細菌啊、病毒入侵之外咧，其實佢本身咧亦都係可以認得出癌細胞嘅。咁但係咧喺我哋身體裏邊個癌細胞亦都非常之聰明嘅，佢為咗逃避我哋免疫系統嘅追擊咧，佢會釋放一啲物質，以致咧遮蔽咗我哋免疫系統咧認唔到個癌細胞。咁其實呢啲免疫治療咧，其實就係打咗入去咧，佢唔係攻擊個腫瘤，佢係幫我哋嘅身體嘅免疫系統咧，去重新認得出呢啲癌細胞，變咗可以透過我哋病人自身嘅免疫系統咧，去清除個癌細胞嚇。咁所以其實個藥理咧係同我哋傳統嘅一啲抗癌嘅藥物咧係非常之唔同嘅嚇。咁免疫治療另一個最大嘅特點有唔同咧，就係有話所謂嘅長尾效應啦嚇。一般嚟講，以往咧，即係喺中後期嘅肝癌嘅病人，如果用化療、用標靶咧，好多時候咧，就算佢最初嘅治療係有成效都好，絕大部分病人咧，其實都會有一個抗藥性嘅。咁但係因為免疫治療嗰個藥理係完全唔同嘅時候咧，
當我哋刺激咗我哋免疫系統嘅時候咧，有少部分嘅病人嚇，佢個免疫系統咧係特別容易受刺激嘅。咁佢個免疫系統咧會記得住嗰個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咧個記憶咧會記得住我哋嘅癌細胞，咁變咗有一個長期嘅監察，就係話咧佢有少部分嘅病人，就算擴散晒，我哋喺臨床都見到，大約5至10%咧就會見到咧佢係可以有長期嘅存活嚇，即係呢個咧係以往咧係從來未見過嘅嚇。咁我哋有啲病人咧其實係講緊而家免疫系統如果做一線嘅免疫系統治療咧，以往如果淨係用藥，絕大部分咧我哋嘅治療目標可能都係一個舒緩或者佢長期存活，基本上都係唔可能。但係最新嘅數據咧，不論係用邊一個免疫嘅一個組合咧，而家有5年嘅存活率係講緊有20%嚇，咁呢個都係非常之令人鼓舞嘅嚇。因為以往即係如果一聽到已經擴散咗、入侵咗血管嘅肝癌嘅病人咧，基本上你話真係諗唔到會有超過5年嘅存活。但係而家講緊咧最新嘅數據咧，5年嘅存活率，即使係擴散咗或者係有啲入侵血管嘅病人咧。用咗免疫治療嘅組合咧，講緊佢個存活率咧係可以去到20%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令人即係相當之鼓舞亦都係點解免疫治療咧喺肝癌嚟講咧越嚟越多應用咁免疫嘅時候佢點樣產生作用？頭先都講過啦，其實佢係刺激病人嘅免疫系統，透過病人嘅免疫系統咧去攻擊個癌細胞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加埋一啲標靶藥物嘅，咁大部分嘅標靶藥物咧，其實都係一啲抗血管增生嘅藥物。咁因為肝癌咧，其實係一個即係非常之所謂好 vascular 嘅腫瘤，即係佢好多血管嘅。咁嗰啲大部分嘅標靶藥物咧，其實就係堵塞咗呢啲腫瘤嘅血管增生。咁佢亦都係可以同呢個免疫治療有一個協同效應嘅嚇。咁所以而家免疫加標靶咧，基本上亦都係喺我哋日常臨床嚟講咧，係經常採用嘅一個肝癌治療，亦都係有喺香港嚟講，醫管局咧亦都係有一個一線嚟講咧，亦都係有一啲嘅資助嘅計劃咧，係可以讓到即係可能經濟上面有困難嘅即係病友咧係可以申請嘅嚇。咁如果你話真係做唔到免疫治療，有一啲原因可例如本身病人係做過移植嘅。又或者佢本身個免疫系統咧都有失調嘅現象，可能真係唔係個個人都係適合做免疫治療。又或者免疫治療失效之後咧，其實標靶藥即係而家亦都係有好多選擇嘅。咁我啱啱入行嗰陣咧，可能得一隻標靶藥嘅啫。咁但係而家喺肝癌嚟講咧，口服嘅標靶藥咧，亦都已經有5、6隻㗎啦嚇。咁所以其實變咗個治療嘅選擇咧，係真係多咗好多嘅。咁呢個就係即係一啲即係區分啦，即係一啲免疫嘅組合咧，其實大部分都係打針嘅嚇，即係病人翻嚟咧，可能就係每3至4個禮拜翻嚟即係門診可能即係接受一個注射，跟住就翻屋企啦，基本上都唔使過夜嘅。而口服嘅標靶藥咧，大部分都係所謂嘅居家治療嚇，咁可能每4個星期翻嚟見一次醫生，抽咗血，見到你個情況都係理想嘅話，我哋就會俾一啲標靶藥物，咁病人咧就係翻屋企自己食咁解嘅啫。一啲免疫治療同埋標靶藥物，咁可能都會有關注或者擔心究竟佢哋有啲咩副作用咧？其實免疫治療一般嚟講都係相當之安全嘅嚇。咁佢絕大部分病人可能會有啲感覺就係有少少疲累啦，或者個皮膚會有少少乾啦。咁只係有大約10% 嘅病人咧，可能因為刺激個免疫系統太勁咧，佢會個免疫系統會有啲失調，自己打返自己嚇。咁有一啲免疫系統嘅症狀嚇。咁而一啲標靶藥物咧，佢一般比較普遍嘅副作用咧，就係可能有啲蛋白尿或者高血壓咁啊。咁但係呢啲都係絕大部分都係有藥物可以處理嘅嚇。咁另一個新嘅趨勢咧，其實就係而家有新型嘅一啲電療啦。頭先都講過 SBRT 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另外亦都有越嚟越多免疫同埋標靶嘅組合啦。咁而家以往咧，我哋嘅治療都係趨向單一模式嘅，即係咩咧？就係話呢班病人做電療就做電療，呢班病人用藥就用藥。咁但係呢2年咧，尤其咧就係一個新嘅趨勢咧，就係話將一啲局部嘅治療，例如係電療，同一啲藥物嘅治療咧去結合，去一齊用嚇。咁我哋發覺咧，我哋做嘅研究喺香港大學做嘅研究咧，就發覺其實做咗呢啲電療之後咧，其實殺死咗一部分腫瘤，有啲腫瘤嘅殘渣喺度嘅時候咧，呢啲殘渣咧其實都會刺激咗病人免疫系統。如果嗰段時間嘅時候，我哋適當嘅時候再加埋免疫治療落去咧，
增強病人嘅免疫力咧，其實可以掃除埋啲殘渣。咁個治療咧，其實雙劍合璧咧，係有一個更加好嘅協同效應嚇。咁所以我哋就即係亦都有根據呢個理論咧，我哋就即係有一個新嘅治療方案叫做先縮後除啦，就係揾一啲即係好大做唔到手術嘅腫瘤佢唔適合做即係一啲根治性嘅手術嘅。咁我哋發覺咧，我哋將個 SBRT 同埋一個免疫治療咧結合使用咧，我哋可以將即係大約50%嘅病人咧係由原本唔可以做手術，縮到佢係有機會做手術，係有機會根治嘅嚇。咁所以而家其實即係越嚟越多嘅隨住即係一啲電療嘅科技越嚟越日新月異，亦都有一啲新型嘅藥物咧，我哋而家進一步咧就係話去結合使用嚇。嗱，呢度係其中一個我哋一個個案啦，一個65歲嘅男性啦，咁佢最初嚟睇我哋嘅時候咧，見到一個16cm 嘅，即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肝腫瘤嚇。咁當時佢已經入侵晒即係個肝嘅所有血管嘅啦嚇。咁所以嗰陣時就判斷咗唔適合做手術啦。咁我哋同佢做咗個呢個一個好大嘅腫瘤喺個左肝嗰度嚇。咁我哋同佢做咗個立體定位放射治療之後，再將佢加咗免疫治療之後咧。我哋治療咗3個月至半年咧，其實已經你見到縮細咗好多，淨係得一個孔喺度嘅。而個癌指數咧，亦都由最初嘅3000咧跌到去正常嚇。咁做完之後咧，我哋做咗免疫治療做咗半年，咁我哋之後就繼續同佢觀察嚇。咁我哋基本上呢個個案咧，我哋已經觀察咗接近7年啦嚇，佢都冇復發嘅現象嚇。咁所以呢啲腫瘤咧，以往嚟講咧，基本上一定係冇可能根治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呢個個案其實即係喺7年之後咧，其實透過一啲混合式嘅治療，將電療同埋一啲藥物免疫治療去一齊混合使用咧，有少部分嘅病人咧確實係可以製造咗呢啲即係根治嘅個案嚇。呢個另一個個案啦，嗱最初嘅時候咧，個腫瘤咧係喺左肝17cm 大當時咧已經入侵晒呢啲血管㗎啦嚇。咁所以其實嗰陣時亦都係呢類型嘅腫瘤咧，傳統咧就係可能都冇乜嘢可以做到啦嚇。用一啲簡單嘅口服嘅標靶藥，咁但係我哋咧就係都係做呢個先縮後除嘅治療方案啦，就係做呢個立體定位放射治療，電咗呢邊嘅腫瘤我哋之後再加免疫治療。咁佢最初個甲胎蛋白咧個癌指數咧好驚人，去到成20萬嘅嚇。咁之後咧，我哋一路做，咁呢個病人做咗一個治療，做咗成年嘅嚇，即係打完做完嗰5次嘅電療之後咧，我哋再做咗1年嘅免疫治療嚇。咁你見到個甲胎蛋白咧，由最初嘅接近20萬、10幾20萬咧，跌到去咧接近正常嚇。咁我哋亦都同佢再做一次正電子掃描，咁發覺咧，其實佢身體上邊咧冇再有任何腫瘤嚇。咁當時咧，但係個肝功能咧，因為做完佢本身個肝都好差嘅，咁變咗佢其實都有啲腹水啊嗰啲咁嘅情況。咁佢個阿仔咧就好想幫佢爹哋，咁佢就捐出咗個肝。咁我哋咧就幫佢做陳教授就幫佢做咗呢個肝嘅移植嚇。咁最終咧，我哋將個成個肝嘅移植嘅標本咧去驗嚇，咁發覺咧剩低咧只係有一個1.5cm 嘅腫瘤嘅啫。大家都諗到最初嘅時候咧，係17、8cm 做完呢個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再加埋免疫治療咧，其實係將佢大幅收細咧，去到剩翻1.5cm 咁呢個就係另一個個案即係點解即係話我哋而家有啲新嘅藥物新嘅電療技術，如果我哋結合使用咧，係可以將一啲病人由原本唔能夠做手術，縮到佢係有機會可以做移植、做切除或者做一啲消融嘅一啲根治性手術。咁所以咧回應頭先我最初所講啦咁藥物或者治療咧，而家係越嚟越多可以使用，而透過結合呢啲唔同嘅治療方式咧，我哋發覺有少部分病人咧係可以將佢由唔能夠做手術嘅變咗可以縮到佢，可以變咗可以做咗手術或者移植。咁呢個咧係可以將佢由唔能夠根治變到有機會根治個案嚇。咁其實病友我諗都係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即係而家我哋即係大家好強調一樣嘢，就係一個個體化嘅治療啦。即係唔同嘅病人同一個病，可能佢唔同病或者唔同嘅病人家屬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期望嘅嚇。咁有啲可能年紀比較大啲，身體比較差啲，可能佢哋唔想話太過激進嘅治療，
但係有啲可能相對自己係個人比較 aggressive 少少啊，或者比較後生，身體容許咧，其實佢哋都係想做一啲比較根治性嘅治療。唔同人咧，其實都會有唔同嘅期望。我哋除咗睇個腫瘤本身，我哋都係會將病人同埋家屬佢自己嘅諗法咧，係即係喺列入我哋佢有唔同治療方案之中嘅考慮之列。咁所以其實即係病人病友同埋佢哋家屬主動嘅參與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嚇。咁去到後期嘅病人好多時候都係因為即係如果佢嘅肝功能太差即係真係比較晚期少少啦嚇，即係佢嘅肝功能可能已經係有好多腹水啊、黃疸啊，佢個肝係唔能夠承受任何治療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會建議作一個舒緩嘅治療啦。舒緩治療就唔係話一個好消極嘅治療嚟嘅，舒緩治療咧其實都係一個希望可以幫到病人即係改善佢生活質素、改善佢哋嘅症狀嚇。冇一啲標靶藥啊、免疫啊或者去電療去做咧，最主要咧就係唔想話加速個肝嘅負擔嘅啫嚇。咁所以其實即係喺後期嘅病人咧，其實都係依然都係成個醫療團隊咧，其實都係仲有好多嘢咧係可以幫到即係病人去改善佢生活質素同埋病徵嘅嚇。咁所以其實即係病友同埋病人屋企人嘅參與都係好重要啦嚇。咁講到即係一個藥物資助嘅情況啦嚇。咁其實而家嚟講咧，喺免疫加標靶喺肝癌一線嘅組合咧，已經係納入咗係一啲自費嘅藥物已經係有安全網可以去包括到嘅嚇。咁除咗一啲口服嘅標靶藥之外，喺呢兩年咧，所以免疫加標靶嘅組合其實已經係可以供一啲病人可能即係佢個經濟條件可能未必承擔得到一個長期嘅治療嘅亦都係可以去透過申請呢啲安全網咧。係可以去用到呢啲嘅藥物嘅啦嚇。咁一般嚟講，我哋喺醫管局可以申請嘅就係撒瑪利亞基金啦，或者一啲關愛基金啦嚇。咁呢啲基金其實即係大部分醫生都會好主動咁幫病人去申請嘅啦嚇。咁所以即係一般社工都會做一啲簡單嘅審查嚇。咁如果合資格嘅話咧，其實好多病人咧都係可以得到一啲藥費減免甚至係全免嘅嚇。咁最後講少少社會支援啦嚇，即係咁支援有兩種嘅，就係綜援啦，綜援就係話講緊即係一定係會睇到，即係睇病人嗰個病友或者佢屋企嗰個入息嗰個去睇究竟可唔可以做到啦。咁但係一啲大部分一啲癌症嘅病人咧，其實亦都係合乎資格可以去申請咧，就係一啲所謂公共福利金嘅計劃。咁呢啲咧即係絕大部分病人如果有癌症接受緊治療咧，亦都係可以同你嘅醫生去提出咧去申請嘅嚇。咁亦都有好多病人互助組織啦，好似今日咁，其實都係一啲互助組織去舉辦一啲咁有意義嘅一啲嘅講座，俾到即係喺即係各位病友同埋屋企人咧，知道更加清楚，得到更加多資訊嚇。咁我哋幾時都講，如果你哋知道越多資訊咧，其實對你哋個治療咧，去作出點樣去作出選擇咧，一定係會更加有幫助嘅嚇。咁呢啲係一啲即係一啲主要嘅癌症嘅服務機構同埋互助組織啦，有呢啲機構去 support 住大家咧，我相信就算真係唔好彩有一啲較後期嘅肝癌都好啦，我相信條路咧一定都易行好多嚇。咁每間醫院都有醫務社工啦，咁亦都可以即係頭先我講緊申請一啲關愛基金啊、撒瑪利亞基金啊，亦都係會透過醫務社工可以去申請嘅嚇。咁呢啲係其中一啲參考問題啦，即係好多時候見醫務社工亦都未必知道究竟可以問啲咩嘢嚇。咁呢啲係一啲參考嘅問題，可以俾大家去參考，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即係揾醫務社工幫忙啦嚇。咁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嚇，咁多謝大家。